若要过年啊，发生这款的悲剧，实在真悲伤。台中丰原一座铁皮仓库昨暝火烧厝，4个人死亡，一个重伤，一个轻伤。讲昨暝有9个员工当伫个高架的夹层在油漆，唔知安怎，这个火就烧起来了。5个人走有出来，4个人掉伫个夹层的角落，就安尼活活来烧死。因为火烧的现场有电机，无排除可能是电机咧切割的时阵产生火势，加上这油漆料真会导火，就安尼烧起来了。也毋过检察官搁伫个现场发现样接的所在无正常，所以嘛无排除可能是样接无谨慎引发大火。铁皮工厂烧起来，佫有大量的浓烟，警消出动26台车，66个人赶到现场，由水线来灌救。火势对另外方架出来夹层咧烧，规个夹层顶悬拢烧起来。工厂的员工讲，当时因伫夹层顶悬咧抹油漆，煞熊熊导火。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也没碰到他，我是碰到其他同仁告诉我说，当他们看到火源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，他们。工作工厂的是一间丰盛的工厂，当时厂长所员工总共9个人伫夹层咧抹油漆，拄着大火赶紧逃生，其中5个人撞出来，4个人红掉伫夹层当中。因是46岁姓区的厂长，阁有41岁姓赖、33岁姓张和29岁姓黄的员工，红救出来时已经无喘气，送病了后宣告不治。另外一位姓黄的员工规身躯有50%两3度的烧烫伤，阁有一位姓张的员工击伤，毋过无性命危险。里面都有哪些人？他们都是同事关系吗？都是同一间公司，他们都是在施作这个夹层的地板涂料的员工。是员工啊。厂长是昨天也在对，在民当带队，他带队来施工。因为以来的部分火势拢无探开，敢是油漆的成分引起面顶架导火。透早检察官找商局人员来到现场勘验，发现另外一个可疑的所在。因为他这个焊接的时候，他往这边他缝隙，他可能往上面上面。到底是因为样接无注意，或者是因为油漆引起大火？业者伫现场无愿意加讲，检察官要需要审问，搁侪认证，才会当了解原因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